自2024年5月19日，西个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下卷第6章1节到7节。先知的学生对以利沙讲：“老师，阮甲你住的所在伤远，请允准阮去约旦河。逐个人对遐取一支柴料，伫遐去住的所在。”以利沙讲：“好，恁去。”有一个讲：“请甲仆人做伙来去。”以利沙应讲：“好，我甲恁去。”伊就甲因做伙去，因到约旦河就开始操柴。有一个伫操的时，布头肉落落去水里，伊就叫讲：“惨啊，老师，即支布头是甲人烧的。”上帝动用的人讲：“落伫倒位？”伊报以利沙看落落去的所在。以利沙就找一支柴，对遐迄落去，布头肉就浮起来。伊讲：“捡起来！”迄人就伸手甲捡起来。以利沙甲先知学校，各位兄弟平安。伫教会日，今仔日是基督教会三大节日中间的一日——圣神降临节。基督教会有三大节日，是指国外节、圣神降临节甲圣诞节。圣神降临节也是普世所有教会的生日。普世教会的母会，第一间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，就是伫圣神降临的时设立的。圣神是圣爸、圣子、圣神三位属地中间的圣神上帝，也是主耶稣搁较上天以后，差派来帮赞教会甲基督徒的另外一位保惠师，也是卫助者。所以，教会甲基督徒需要圣神的同在，圣神的充满，圣神的恩赐，圣神的开力，帮助咱认捌圣经甲实践疼上帝、疼人亲像家己的大诫命，以及完成传福音做主见证的大使命。愿咱有谦卑柔软的心，领受圣神的充满甲同在，学习晓悟圣经真理，明白上帝权能大作为。今仔日咱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列王记下卷第5章到第6章。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是第5章的第1节到15节，这讲到着叙利亚的元帅乃縵得到医治。阿兰国也是称作叙利亚国的，伫即个北以色列暗利王朝期间，一直造成北以色列的国境威胁。亚哈的囝约荷兰做王的期间，叙利亚出一个骁勇善战的上乘将军，叫做乃縵，伊担任元帅，也是王所器重的重要大人物。真可惜，伊得着麻风病，毋过可能毋是非常严重，甲爱甲人隔离生活的地步，总是也是非常困扰，影响到生活、工作，甚至国家的安全。伊的厝呢，有一个对以色列掠来的查某囡仔，好心甲伊的某讲：撒玛利亚，也就是指北以色列，有先知一定会当医好主人的麻风病。乃縵就去甲叙利亚王转达请示即个消息，王上面允准伊去以色列求医。乃縵就带非常贵重的礼金甲礼服做谢礼，
另外王也写一张批，爱以色列王着甲乃縵的病医好。这代志甲这张批引起以色列王约翰兰大的不安甲惊吓，伊认为叙利亚是想要借着安尼的机会找空棒来攻击以色列。马王病要医好，讲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代志，所以照人的常识判断，约翰兰王伊的担忧甲震怒是合理的。这时，先知以利沙听到这消息，就找人去见王，叫乃縵来伊遐找伊。乃縵来到以利沙的厝，以利沙并无出来迎接伊，也是请伊入去坐，反倒转派人出去叫伊去约旦河洗身躯7遍，安尼就会好。结果乃縵因为先知无见伊一面，就气喘喘，活咧要做伊转去。若真正是安尼，就可能会发生两国的冲突甲战争。该在伊遐的奴仆用好话劝伊，伊也愿意去约旦河洗身躯7遍，也果然毛病得到医好。伊也将早来的这礼物要送互以利沙。第二段是第5章16、19、19节，乃縵改信上主。乃縵要送一大笔的谢礼互以利沙，其中单单银就有10他连得。10他连得的银到底有偌济？伫迄当时，暗利要归座撒玛利亚山是用2他连得，可见乃縵带来的谢礼不止啊超过价值连城。若是以利沙坚决毋收，乃縵就要求在2只螺会当载的土，要倒转去叙利亚，用这个来服侍做服侍上主的时阵用的。而且乃縵也决心要独独信靠服侍上主。唯一求上主赦免的，就是伊若陪叙利亚王去临文神的庙参拜时，求上帝会当谅解。以利沙祝伊平安，乃縵就转去。第3段是第5章20到27节，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合西，伊白贼贪心，致到马王病，河团子孙。先知以利沙的仆人也是伊的学生基合西，因为贪图乃縵带来的大量金银，想讲至少留一撮仔，伊就会当好养富贵。伊就编造一套骗术，假以利沙的名义去扣留2他连得的银，甲2套礼服。反头搁骗以利沙，伊无去倒位。结果以利沙踢破伊的白菜甲贪心，也责备咒诅伊甲伊的后代子孙，拢会为着这误得着甲乃縵共款的麻风病，果然基合西就得着麻风病上身。第4段是第6章1节到第6节，捕头失落搁得着。先知学校的校舍因为伤矮，无够大，所以师生就做伙去约旦河河边，逐人要插一丛树仔取茶来起厝。
迄时有一个学生甲人招下捕头无小心，捕头肉煞夹落落去水里。迄当时铁仔是非常贵佮稀有，所以即个学生伊的惊吓甲烦恼可想而知。若是伊丽莎错一块茶迄落水里，捕头肉竟然对水里浮起来，这真正是新热技术。第五段是第二章的第70到23节，叙利亚军队要掠伊丽莎。后来，叙利亚甲以色列交战，每一遍叙利亚王甲伊的军队行军的计划以及路线，拢大声互先知伊丽莎派人去甲以色列王通风报信破解。叙利亚王知影是伊丽莎的缘故，就派军队去包围道滩，要掠伊丽莎。伊丽莎的仆人惊甲破胆，若是伊丽莎祈祷上帝开伊属灵的目睭，互伊看见，上帝派天军在保护因。了后，伊丽莎求上主，互叙利亚的军队目睭花，找无路也毋捌人。伊丽莎就带因入撒玛利亚城，甲因交互以色列王。以色列王原底要甲遮个叙利亚军人拢杀死，毋过伊丽莎讲着好款待遮个人，互因食青草，食甲饱了后放因转去。因为安尼，叙利亚就搁让一段时间无来侵犯以色列。第二段是第二章24节到33节，叙利亚围困撒玛利亚城。后来，叙利亚王搁发动大军围困撒玛利亚，直到城内发生大饥荒，物价起甲无停无度，甚至到有人换囝杀来者的惨境地步。以色列王甲遮个代志牵拖怪罪伫先知伊丽莎，要取伊的性命。王真清楚即个灾祸是对上主来的刑罚，毋过伊毋若无悔改，搁硬心讲，我哪着搁仰望上主帮赞呢？即个故事到遮还未完，咱伫后回会搁继续来讲。列王记下卷第5章到第6章对咱的教示，头一个讲到着谦卑的人会得到救恩之乐。乃縵是叙利亚的大元帅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家的大英雄，受尊重的重要大人物。伫迄个厝呢，有一个对以色列掠来的女婢查某囝，伊可能因为乃縵翁某拢对即个查某囡仔袂歹，所以伊才会对伊的女主人讲：可袂得我的主人的毛病会得到撒玛利亚先知医治。伊衷心期望乃縵通得到医治。先知伊丽莎无当面见乃縵，甲人吩咐人交代伊去约旦河行洗浴7遍。原起先，乃縵感觉这真正是受侮辱，甲伊受气。后来伊顺服去做遮个，就得到医治。原来伊丽莎伊的用意是爱乃縵毋若身躯得到医治，
也要洗去乃曼伊的傲慢骄气，搁互伊认捌以色列果然有上帝，也有上帝的先知。乃曼伫得到医治了后，伊毋仅毛病完全得到医好，而且伊袂输顶头生改变真侪个愿意信靠上主、服侍上帝的信徒。伊也愿意将带来的全部礼物做谢礼来表示诚意。这是一个有高贵气度的外邦人。上帝救恩临到伫愿意信靠上主的外邦人。咱伫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普世教会设立的大日子，也是咧讲基督的福音对犹太、撒玛利亚直到外邦地极，拢要成做主的教会的一份子。人若谦卑顺服主，就要当得到救恩的喜乐，亲像乃曼一样。第二，知足则袂成做金钱的用奴。伊丽莎拒绝乃曼天价谢礼，伊带300公斤的银、70公斤的金，各10套衣服。伊丽莎拒绝乃曼的谢金，也表示救恩是上帝白白的恩典，毋是用千金万两会当买卖还是交换。上时阵，这也考验先知是毋是会堪得拒绝诱惑，专心信靠上帝，仰望上帝。伊丽莎伊的出身虽然毋是富贵人家，毋过伊的家境还算是富裕。伊军队伊利亚以后，也学习过清苦的生活。咱看到伊做先知学校的校长，学生的中间也有早死老散车，用要爱卖囝奉做奴仆的家庭。伊丽莎爱斗照顾这个家庭。因伫先知学校日子清苦，爱去挽野菜野瓜，煮大鼎饭食，搁中毒。校舍无够通住，着爱人人做工出勤去插树仔、取茶起厝。无够工区，着爱去甲人借补头，用歹去也是碰见去，着搁烦恼，毋知要安怎。伊丽莎伊若将乃曼这一大笔钱收落来，也是只收一部分，用来建设先知学校，也是改善生活做基金的运用。的确，这是非常好的善举。毋过伊丽莎伊也了解，钱财济，搁有剩诱惑甲风险，伊完全拒绝，完全提示知足一身轻。若是先知的仆人基合西，伊受贪欲所迷，想要找空找芳来转折，反倒诚侪伊的歹，伊的罪，也害家己甲子孙永世受麻风病缠身之苦。圣经箴言17章27节讲：贪不义之财，陷害家己的家。以弗所书13章第5节讲：毋通贪财，家己所有的着知足，因为上帝有讲：我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保罗伫腓立比书第4章12节讲：我知影散赤，也知影富裕，是饱也是枵，是有剩也是欠缺。我已经得到秘诀，就是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我拢知足。散赤毋是理由，富裕也毋是罪。
知足才是一切生活的秘诀。第三，则咧讲错失上帝是最大的损失。以色列王约翰兰是身在上帝恩典中，却袂晓把握错失上帝的戆人。伊是亚王甲亚西别的囝，因为兄哥亚舍无囝就死，才轮到伊做王。毋过圣经对伊的评价是，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毋过无亲像伊的爸母所做遐尼歹，因为伊有将伊的老爸所做暴力的条上除去。上帝也捌互伊伫旷野大军无水通啉的时阵，有水通啉过大败摩仔人。上帝也化解乃曼来求伊，伊家己无能力，上帝就透过先知以利沙来医好乃曼。另外也看见上帝管遮个叙利亚的军队到伫撒玛利亚城自投罗网，总是遮个伊袂晓感谢上帝，反倒转一直伫质问讲，到底有上帝无？上帝伫倒位？咱看第5章第71讲，我检视上帝，上帝互人死，互人活。6章27节，伊应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上主无帮助你，我要对倒位来帮助你。搁第6章33节，伊应以利沙讲，即个灾祸是对上主来的，我哪着搁仰望上主帮助？约翰兰王实在是可悲无药通救的戆人，伊一遍搁一遍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毋过终究伊嘛是毋信上帝。后来约翰兰互家己的部下也互造反暗杀，这咱伫后来会阁讲到。当咱做基督徒，咱是上界幸福的人，因为咱有上帝通靠。总是若是做基督徒却毋认主，也无爱好好军队主的福音真理，那安尼即款的基督徒也是上可悲了然的。就亲像伊有买到天国的火车票，总是无爱上车，落尾就干那会当看火车驶离家己愈来愈远。以利沙就算互千军万马围困要掠伊，伊也无惊吓失胆，因为伊看见上帝天军天使保护伊，所以讲毋免惊，甲咱做伙的比甲因做伙的是搁较济。诗篇91篇14节讲，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，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愿圣神帮助咱会晓悟上帝的真理，也遵趁上帝话语，互咱做一个真实无假、疼主甲疼人亲像家己，宣扬救主福音做主见证的基督信徒，也是基督的门徒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也互阮因为安尼欢喜快乐。祝你搁较上天了，将圣神赏赐互阮，也诚侪阮的保惠师，阮的为助者，也是教会的母亲，求主你也帮助看顾，互阮会当信靠你，也倚靠圣神的同在充满甲气力来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疼主疼人，
也上时阵传助你奥妙的福音，也带领人来亲近你、认捌你，献上基督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，包括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